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初3，旧历的12月22，礼拜三。今仔日是立春，是24节气头一个节气，表示讲春天来了。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后礼拜日，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气。也毋过后礼拜三小年夜开始，天气会变较无稳定，全台湾落雨几率来提悬。今仔日立春，民间的风俗讲到银行来欠一寡钱，安尼新的一年拢会财源滚滚。另外，这个春天的天气遮尔好，民间的风俗国来讲，千万唔通来贪困哦，较早起来吸收到阳气咧，安尼新的一年保证互你元气八足。温暖的日头早起上课，各中生拢换短裤，连骑机车的民众拢穿短袄啊。2月初3是立春，再开进入春天，天气开始回暖。各地大多多云到晴，只有东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零星星或者一些短暂的一个下雨。那这种状况的话，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。西半部的天气要注意早暗的温差，低温12到15度，高温25到28度。来看立春的典故，立就是开始，24节气之首。正式进入牛年，民间观念当中爱好好利用一年开始的好运。立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民间习俗就说可以在这天存点钱，让钱入财库。观众朋友可以选择挑手上吉利的600块，象征在新的一年有数不完的财运。立春会使欠钱，不过袂使直直困和搬耍，要加吸收春天的阳气，好好来过一年。不过春天的温暖，干那一个啊，安尼好天气，干那到小年夜。到小年夜的天气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变数。台湾这附近会有一个锋面生成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变数。那台湾这附近的话，水汽增加，云量增多，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增加。甲乡亲提醒，出门要写会记哩加早一领外套，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爽快，无细意去感到。